是应义成人，二圣人啦，吼，迄是二圣人是差不多啊咯，哦，要提出积极的人啦，吼，应迄个法相来啦，吼，变化是现的啦，因为伊是无常之法，伊嘛是日常生灭法嘛，有生有灭的生灭法嘛，有生有灭的物件嘛，吼，到涅槃的时阵无呀，就参讲今仔日，你这个影，哦，你起着水，到有感觉这物件的无？是伊无看到伊的实相，因为伊手伫迄个物件映射起来的物件。那我真这个肉体，嘛是应起来，应这个上来。我过去少年到我现在真有变化无？但是过一段时间内无会当然嘛无，因为我到涅槃，到涅槃就是解脱嘛。内而不生，谈而不死嘛，叫解脱嘛。你无去啊，因为你着规啦，你家己清净发心的就对啊。所以啊，不能袂使有特别变化心，要心相。报心相呢，因为迄个说报心相，也是袂使接受，因为报心相是依着发心影显化出来相，因为伊是以实地菩萨，实地菩萨就是将咱好做起来，咱好。因为毕竟而且咱大部分是较清楚，实地菩萨，叫做观音地，第二叫做弥勒地，第三叫做法云地，第四叫做桃源地，第五叫做极难性地，第六叫做见见地，第七叫做观音，叫做远行地，第八叫做动地，第九叫做显灵地，第十叫做法云地，第叫做实地菩萨，实地菩萨。因为实地菩萨，因为所演化出来是这物件，这修圆满报心来。啊，顶悬迄词演化心来，迄两种当中伊的境界无相像。不过这是相，这是相啦。因为这个是相，这咱拄则讲的，这个影是化身，这个是圆满报心。圆满，因为伊修圆满嘛，毋当有法度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做这菩萨。啊，所以你到修圆满就是讲到这能伊用法，但是到落得起来，伊起来就是讲迄个实体，就是讲伊的本体，伊迄个实体，咱爱是爱迄个实体。哦，上身要修就是修迄个解脱跟实体，就是个实体。所以报心。佛有三身份嘛，初心就是诸佛归圆满嘛，所以现来自修内证个内用正法的之身，当然也即是完成佛果之心嘛，叫做报心嘛。因为佛果若要达到圆满，伊要安怎去到迄个无圆满报心，要安怎去到迄个清净无量的发生。所以这点咱来了解。不过呢，这个报心嘛是一种虚幻之相，虚幻之相，这嘛是一种虚幻之相，毋是一个实相啦。所以即摆咧讲这物件，就是来讲啊，可以32相去看到如来发心无？可以着圆满报心去看到32相发心无？去看到真发心无？伊咧讲这个物件，咱来讲起来。虽然你较重要，你咱看到的物件，拢毋使接触。安尼听无？凡所有相，拢开始希望物件。所以这段当中呢，因为咱学这就当是解说，所以因啊，咱把病我们讲完了，我就讲开始这物件，如何得见如来？迄个你安怎得见如来？入定主上非常积极做，变得积极如来，所以我而家讲是清楚。就是讲，如果无论你看到善甲恶，不是善甲不是恶，你看善甲恶，看到有形甲无形，有影甲无影，有影甲跟见了，根本无见。所以就是准你眼见，袂使用心见，你袂使看到我见，因为你心。你分别心见的，你起心动念叫做心见，眼见心不见。你目睭看心的，咱无
所以离见离无见，这是真见。所以我较早伫迄个每一天去堂会内底当中，第三句我要讲，哦，我急见闻必心志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见离无见，得见法界；闻离无闻，叫做无法界。我急见闻，得离无得得见法界。你有一个闻，有一个听，有一个见，迄拢是见无归，迄毋是叫做见实相。所以呢，安尼当中来比例即句，就是我拄来讲今天去大会，我学平台这个所在，见离无见，咩叫见离无见？即杯水，见，你看到哪？你看到哪里？哦，对不对？无见，你我拢看不见袂水哦。你看嘛是可能表象，叫执着咖啡的表象。你我都去了解即个咖啡伊本来是相。是水，安尼听有啦吼。虽然你看到见面物件，但是你我都去了解即个水，伊本来伊的实相就是水。咱过去捌咧讲，菲律宾迄个新加坡，因新加坡无水窟啦，水比较上少。因若要讲学新加坡的落雨的水源也是无够，因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海水淡化，一种叫做哪？所谓的水，因的水哦，迄变素水、化水、什么筛水，拢总一定要以外一定叫做化学池。迄个化池，迄水拢因为化池出来了后，迄水会流进。你看到是筛水哦，流水哦，太过你迄啊，后骹你唔过伊现场，只有你看伊现场，你看你看。若因出相非相，你看到也是，但是若伊看到即杯水，伊本来已经恢复了，比伊当时即杯较清净来啊。毋过离咱的观念就是太高，迄个筛水，迄个新水，伊听着筛水，听着流水，甲啉着。因咱叫迄筛水甲流水是一点点，但伊经历过啊，若因主相非相，但是伊看到伊即杯水的实相出来。即个道理是安尼讲，所以见离无见就是无见，即是真见。见什么？见离无见，见法界。法界即有两种，法另外法界另外界。所以为了离法界内底当中袂相清，法界就是一个界限，但是法就是一个义。法嘛就解释，迄怎解释？法界，即个法界内底当中观点对法界无解了解。法就是解释叫做义，解就叫做世界。然后，这个圆满，这个叫满，这个圆满，哦，这个叫方，叫做规矩，对，这个是矩。但是伊法律内底当中，伊法律内底还有界，这个界叫做有，这个法叫做空。这个法叫做空，你知道叫做啦，自性法界，拢法界拢解做，这个物件袂使离开这个若离开这个叫做即空，这个若离开这个叫做即有，但这个叫做空有不离，色归空，空归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色，法界的物件就是安尼来。所以，我听到法界内底当中有种性叫做法界，伊是法就是讲自性，自性。这个界就是讲你要规矩，对这个自性，这个实相很自然的法界，伊拢袂甲你管哪来。你现在自己穿，你要台湾你去台湾，你要放火你去放火。你要做好，所以伊袂甲你管，你家己迄个物件袂甲你管，是你家己的思想所造出来的分别，对不对？毋过你这个法，这个自性内底当中，这是作自然的物件，界伊就叫你爱有主体啊。你来讲这个世界袂使无主体，简称叫做法界，安听啦吼。所以你这个法界内底，法界即是佛性，你乃当按照法界，你就是实性之理的不。见与不见，就是见法界，见到你本性的。
个是不见见不改，闻而不闻，闻不改，不改就是发心，就是咱自性中发心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叫做自性中xuất现的物件。来到这个世界，就袂使无规矩，袂使无规矩叫做哪？因为这个世界嘛，无规矩叫做安尼嘛，乱无啊。这个世界就乱。所以这个地方叫咩？哦，不如不改，空性不性，也就是讲就是讲这物件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当中，这个他们这个天这个归轮天嘛所以按管理变化心是不小，破心是依破心分，这个是小，如来是小。会当天哦，你若当管理变化心、破心，迄个实体，迄如来法身才走会出来。所以我甲你讲，原来当咱今生32相变化心，也是成灭无常之相。我们同样的这个化身分，会不能着相。若一着相了后，你就变成有漏之分。所以可以讲，后面讲是什么原因呢？如来说，若见心相，若如来所说心相，即为心相。如来这32相内底，这是心相。身相即为身相，迄个身相即为身相，听好哦。即句身相即为身相，即句听好。这个身相就是讲32相，即为身相，这个身相就是讲如来发心。安听无？这个相甲这两字虽然两字无相像，但是伊这是讲有相的万万发心，甲千万万、千百万发心，即为清净的法身。这句话你若爱说用相像去，安尼你复杂去。所以你这个是讲三性的，这两个就是讲万万发心，加千百万发心，这个叫做清净法身。这两种的心相，不是清净的法师的主相。可以讲，苏我哋你了解，苏我哋自己解释为什么会安尼呢？安尼说呢？所以伊就咧讲后边这句话就讲不过苏我哋凡所有相开始讲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出来，因为这样是讲着啦，少见相，所以凡所有相开始讲，凡所有相的拢是虚而不真，妄不实。唔管你为这个相，你这个世界为这个相都袂使哦。你为这个相都袂使哦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功夫。唔管你咱众生的人，作恶平相，嘛作失相，无这相都袂使。所以甲你讲的是什么？你离开着这尤其到千百万的发心，又到清净发心。尤其到这个万万不心，这两种得劲甲歹变物件，我即个简单作单来比如啦。我之前跟观世菩萨这个所在，好足重要。你叫你摕个发条，你敢？你敢摕无？一尊观世菩萨而了，你无来啊？甚至观世菩萨都烂落啊！要摕了发条，你摕个烧掉，你敢？你手记就不啦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物件，若一尊着魔，你看会惊魔，你敢来发掉？所以这是众生伊的执着的物件。你一定到危机到本来到菩萨来，你不能毁掉，你定人唔做。因为你若讲做是这个众生，唔管你这个相无拍相，你变相，爱听无？这个相，这个影，眼影，因缘所生的这个影，感情叫做眼影。因缘所生的影，刚才讲叫眼影，这个眼。既然因缘所生的这个影，这无实啦；因缘所生的光，这嘛无实啦。咁是，既然因缘所生的一个相。因缘所生一个相物件，这嘛无实，唔管係无實，即條你爆唔開。這個無法去
掉，而且无啊去掉，免得看着这。第二集着迄个哦，原来迄就是伊就是看着众生。你毋知影你家己是个佛，你毋知影你是个作用的佛人来的。所以伫这个当中，众生歹看的歹看这个问题。因为伊靠菩萨来，因为伊才有四面的物件。这个无明菩萨有靠，有经到菩萨当中，伊到迄个都有一个无明法人内底。所以这点当中一定要了。欲见主上非常即件出来，非常，这是个讲空，在生命上叫做诸法空相，诸法相都是空相，诸相非相是咧讲空相，真空不空叫做妙有，真空不空叫做妙有，妙有甲真空，妙有就是无，真空就是无，妙有就是实质，哦。奇妙之有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伊来讲，欲见主相非相，就是真空妙有，真空不空是妙有。你看到发生出来，就是妙有。迄妙有就是你面落去，外面空起来。所以呢，过去呢，经常上主那人讲是讲，要基础性理，关时间因缘，因缘有机，理有机，比例。这个主张，你要看到你的圣理，要修炼圣理，你看到你的菩萨，你看到你的祖先，你爱动你的世界里面。当然，你这个境界不到迄个所在，你要看到你家己的面看会到的。当然我，你若境界高呢，咁就我甲你讲。所以过去这个故事来讲，一休和尚吼，你论到，有人咧处分人。都可以让我看卖，所以医学和尚讲，佛的本体是在人的胸前生出来，但迄个人也都比较靠来靠比人的队伍啊，安尼啊，义修和尚的心脏不一样，义修和尚的不慌不忙的以达，迄个日本用日本三不啦，日本的烟灰。是不是拢伫迄日本烟灰迄张纸内底剥出来烟灰？但是小心的时间还未到，你若果讲对迄张灰甲破落，看内底有几个灰蕊有无？敢有？你要看，伊时间未到，但是你若到迄个烟灰换人的时阵，你唔免甲讲，伊就剥好啊，几张好水互你看。时间还不到。一个样对袂出咱者呢？这个道理就难讲。你的境界，你来当扫到欲见主相非相，但是你就当看到迄个什么人，迄个是相传，你就看到迄个。但是你无达到欲见主相非相，你应发心无调，无报报心无调，你要看到情形发生够可能，这无可能的物件。所以原因。你学法就是一定爱发这些物件，无你阮就是唔知这物件。所以这个物件当中呢，因为拄则这物件我已经讲过用水，用水，用影就是讲咱的变化心咱的光就是讲报心，这个发心就是讲水也是本身，这我已经讲过。所以欲见主相非相，即件出来。那安尼当中你对光。找到就水来，影离这个光如来水实相的水啦，水是实相啦影是主相，光是非相，安尼听啦欲见主相，影相叫做主相，主相一切诸数因缘相，光就是非相，就是讲圆满个性，光自性智慧，但是到着了迄个水，就是讲实相。就是叫做清净的发心，清净的化身，迄个物件就是一尘不染的物件，迄个讲到你家己迄个本体啦，所以你看到你家己迄个主来发心，所以呢，这个咱要执着这物件，未来呢，我做些建议啦，时间都已经到第三分就是我早头讲，理想无生，叫做发台湾。第四分就是无自行施。叫做连太阳。那第五分欲见主相非相，即见主
叫咱正道道，正道。所以这就是因为经文中的这个第一分甲这个第五分的内底当中，应该自进步的迄个情形发生，万法发生，千百万发生，拢应该讲了。甲你讲我是俗，但是你会其实头前迄两个扫不了，你看到你家己注释，无可能。阮会已经甲你讲了，众生你了解这物件，傲然因此当中呢，咱你用第六分继续甲你解说到32分，所以今日咱第5分啦吼，有阵时啊时间上，我包括解说来清楚，应该咱大家拢听过着，过来做解说，毋免讲较细部，所以我后日把这科分证，我有一科呢，这个第5分，这个分证两方面讲，还是最重要的吼。所以呢，咱大家读得拢足好诶，智慧拢足好诶，所以呢讲头在后啦吼，所以这个讲较清楚啦吼。不可能你咧后做，对经文经的第6分啦吼，正是理由，其实是正是理由讲咧到处理就对啦吼。头前这是咧讲到迄个正道物件，但是到第6分开始，肉身处俗，即叫我研究实证；肉处法俗，即叫我研究实证；肉处非法俗，即叫我研究实证。所以你一定去求你我所如果有者法俗印象，甲你讲到出细个，甲你讲到出细个，所以呢，因为咱后壁如果给你精彩吼，所以呢，因为呢，这个音乐，咱分到这个所在，咱有伊不同个所在啦吼，讲到不同所在，希望咱大家多包容啦吼，最后祝我们各位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前提。感谢父前人慈悲前大无功，坤大必功，必当向无极大母行3公里前大无功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，感谢铁门师慈悲之功，坤大必功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之功。感谢铁门师慈悲之功，持下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前大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下前人之功，放下父前人之功，放下铁门师之功，坤大必之功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下前人之功，放下父前人之功。放下铁门施工。感恩啊。